由關慧陪大家睇天氣。下晝本港部分地區受驟雨同雷暴影響，雷暴期間有猛烈陣風。跟住轉睇下11點鐘嘅氣温係29度，相對濕度86%，雷暴警告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。交俾天先生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，最低氣温大約28度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，最高氣温大約34度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天晴，澳門雷暴；廈門多雲，台北天晴；上海天晴；北京多雲，首爾天晴，東京落雨；巴厘島多雲；雅加達明朗，新加坡雷暴，吉隆坡明朗。曼谷雷暴，胡志明市落雨；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天晴；奧克蘭落雨，惠靈頓大風；溫哥華天晴，三藩市落雨；紐約驟雨，多倫多驟雨；羅馬落雨，蘇黎世明朗；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各位晚安。